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棒球迷拢真期待的世界棒球经典赛，20个国家的参赛名单今仔日出炉。中华队甲荷兰、古巴、意大利、巴拿马拢排伫 A 级组。这个经典赛官方的面册嘛来抛出着每一组的名单甲海报，结果 A 级组的海报竟然无看甲中华队任何一个球员，也就是中华队无任何一个球员出现伫这个海报，引发着未少网友的抗议。台湾经典赛的承办单位伫第一时间已经向大联盟来反映，嘛来表达着不满，目前也未得到正式的回复。真侪这个台湾球迷伫社群平台来留言，希望大联盟会当尊重台湾球员，而且台湾阁是这一届经典赛预赛的主办国家之一，竟然互官方来闹交，网友讲这是真严重的疏失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